是咱来自咱的桂花景峰的康小强跟刚国强啊，他虽然也是一个业余的歌手，他今天嗓子不是很舒服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他的唱歌非常的有特色。来，咱的康国强今天带来几首要开点的歌曲，这首歌曲叫做《可怜的人》，邀请各位来这里欣赏，谢谢《可怜的人》。大家好，我把这首《可怜的人》。哎呦，这个唱歌真正是用性命来唱哦。虽然讲啦，好佳在吼，咱的音控太好咧，哦，是，我们的银河真的是这个音质太好了，所以呢，虽然讲经烧下来看，但是还是表现得很好，吼、对一个今仔日烧声的人来讲，是
实在是讲，我来讲，我可以看得到你用性命在唱的，拼命，拼命在唱，是，唱到非常好。来，感谢我们的小强，谢谢。